楚乔的马车前往大梁路上遇到了众多巧合，不仅阻止了他前进的道路，更是跟同一个队伍多次相遇，这也让两队人马之间互相生疑。但还没等平安将自己的刀抽出来，楚乔就阻止了他们。那么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话接上回。在楚乔阻止平安的话音落下后，对方的人马中突然冲出了一位男子，一言不发的就向着楚乔马车奔去。站住！多吉一看对方目标是马车，立刻抽剑阻挡此人，但剑才刚刚拔了一半，就听到了一声很诡异的脆响。只见那位男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法，转瞬间就卸下了多吉的剑，扔在了一旁。然后男子便丢下多吉，不再去管，继续伸手撩马车的车帘。多吉哪里会容忍此人伤害楚乔，没了兵器，五指成爪，向着男人的脖颈部分就抓了过去。以他这3年来跟随楚乔学习的招数，多吉敢肯定这一刮能直接了结了对方的性命。但男子却跟没看见他一样，依旧站在原地，望着马车里面的那个人。多吉，退下！楚乔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声音很平淡，却带有不容怀疑的威慑力。就这样，多吉便只好收回了自己的手，默默地退到了一旁。而原本对方想要开战的那几个人也顿时傻了眼，难不成自家主子跟对方认识呀？他的玉佩和姐姐的是一样的。在众人不知道该如何打破这种僵局的时候，坐在楚乔后面的晶晶突然打破了沉默，指着那个男人腰间的一块玉佩说道。经过了晶晶的这一嗓子，所有人下意识地看向了男子的腰间，而楚乔此时也起身，将手搭在了男子的肩膀上，纵身从马车上跳了下来。都别愣着了，快去把前面的路疏通开！楚乔笑着对多吉、平安等人吩咐道，一时让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虽然从剑拔弩张的态度一瞬间就变成了阖家团圆，让他们无法反应过来，但稍微有点脑子的人也都看出来了，两家的主子不仅认识，似乎关系还很不错，所以他们也不再去管二人，开始疏通起道路来了。在楚乔和男人走了一段的路程后，楚乔想了想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只能不断的笑着，似乎是为自己和他重逢感到开心。你笑什么？宇文月看着一直傻笑的楚乔，微微皱了皱眉头，这才多久不见，傻成这个样子了。没什么，只是想到似乎每次见你的方式都很奇怪罢了。楚乔笑着摇了摇头，但不得不说，两人的每一次相见，总会是让人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办事。宇文月则是直接给了他一个很准确却又很含糊的回答，而接下来两人便继续站在了原地，谁也不再继续说话。其实之前2年的时间里，楚乔从那些传闻的口中听到关于宇文月的事情，曾一度怀疑过，如今的宇文月还是自己当初认识的那个吗？不过这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楚乔先前的那些疑问便全然没有了，他依旧是他带着一些冷漠高傲，几次救他于危难之中的人。而此时楚乔也见到了他，眼角出现了一些纹路。才1年多没见，你就老了。楚乔想要伸手去摸一下，但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这股冲动。其实宇文月今年才26岁，根本谈不上一个老字，只是他虽然面相依旧，心却十分的疲惫不堪了，又如何能不老呢？宇文月和楚乔的感情之路可谓是经历了众多的坎坷，分分合合之间也让两人的心越走越近，只是什么时候才能是个终点呢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楚乔和宇文月互相聊起了那1年多的状况。你知道吗？我开了一家客栈，日子过得还不错。楚乔略微带有一丝小小的炫耀，对着宇文月笑嘻嘻地说道：我知道。而宇文月的反应则是十分平淡，似乎对此并不感到惊讶。你知道？虽然宇文月不惊讶，可是却让楚乔莫名其妙，因为开客栈的这个事情，除了跟他身边的几个人外，从未对其他人说过。我在你那里住了3次。这一次宇文月的回答彻底让楚乔傻眼了，住了3次他都没认出来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过还没等楚乔反应过来，宇文月便继续沉声说道：1年了，你可想通了？啊？想通什么？楚乔被宇文月突如其来的问题给问住了，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：难道你真打算开一辈子的客栈？宇文月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直接凑到了楚乔的面前，目光跟楚乔的目光直直相望。但是该说不说，楚乔当时是真这么想的。不过宇文月完全不给他任何的机会，继续追问了一句：还是你打算在30岁之前随便找个人嫁了？听到这句话后，楚乔立刻大惊了起来，因为这句话他就只跟萧策说过。
谁跟你说的？楚乔虽然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却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，而宇文玥则是稍微拉开了距离，给楚乔一个喘息的机会。自然是你那位好朋友萧策，你难道不知道你对面那一家客栈是他开的，斜后方那一家是我开的？在楚乔听见宇文玥的那一番话后，再度遭到了暴击。本来他还一直沾沾自喜，以为是自己的客栈将另外2家挤得没生意了，但是却没想到这个局面是出自2位高人的手笔。那你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了？楚乔此时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不知道，我虽然去过，但是没见过你们。宇文玥还是实话实说了出来，这倒是让楚乔放下了一颗心，自己眼前的依旧是个人，而不是个怪物。在2人这一次交谈完毕后，便开始向回走去。因为2人身上还都有着各自的事情，所以依旧不能耽搁太多时间。不过在宇文玥上马后，还是回头问了楚乔一句：“我就要回青海了，你跟不跟我去？”这句话就像是熟人见面的问候一样自然，但是却让楚乔呆在了原地，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回答。宇文玥是楚乔心中最大的一个障碍，其余的什么事情楚乔都可以从容面对，唯独到了宇文玥这里，他却不行了，好像之前所有的睿智全失一样。萧策说你是一根筋，当时遭逢大变，一时想不通，劝我多给你点时间，现在你想通了没有？跟不跟我走？宇文玥死死地盯着楚乔的眼睛，今日必须要让他给自己一个答复才行。那你大魏的司马还有家族？楚乔此时结结巴巴地挤出了几个字，但很快就被宇文玥给打断了。那些都不用你管，你只需要告诉我跟不跟我去就行了。楚乔和宇文玥的恋情是《楚乔传》这部作品中最让大家喜欢的设定了。虽然2人经历了众多的曲折，但只有看清楚心中真正的感情，才能明白最想要的是什么。在宇文玥问出那句话后，楚乔直接整个人愣在了原地，没有任何的反应。许久之后，宇文玥也突然大怒地喊道：“你到底去不去？”“我去！”被宇文玥一嗓子震得回过神来后，楚乔也大声地回答道。2人脸红脖子粗的对喊，声音还不断地回荡在树林山壁之间，让双方的人马都彻底的惊呆了。能在这里遇见你也好，省得我再跑一趟去跟你说了。别乱跑了，回你的院子待着去，等我事情处理好，就派人来接你。宇文玥此时依旧装作很镇定的样子说道，就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说完后，宇文玥便直接头也不回地带着人离开了。因为楚乔得知了萧策派人在城中盯着，所以便也不再去京都给他报信。以萧策的聪明才智，断然是不可能没有任何准备的，所以他还是带着多吉他们回到了客栈中，继续筹备起了这个客栈，然后等待着宇文玥将事情安排好后，派人将他接入青海。因为没有了太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，楚乔除了抽时间给晶晶和梅江讲讲故事外，就是一个人看着这边的风景，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心上人到来，一切似乎也就如此的平淡。在暴风雨的前夕都是十分宁静的，大梁原本还是没任何的风吹草动，但是就在一瞬间，洛王便选择在眉山起兵去反萧策。因为战争的展开，百姓们开始四处的流窜了起来，时间又到了盛夏，疾病更是开始流行。仅仅半个月的时间，城中就开始流行了瘟疫，原本繁华的街道上空无一人，楚乔等人也不得不前往郊外，做好准备远行的准备。因为一旦正式的开战，他们所在的学府城也将会是被覆盖的地方。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各种的消息也从四面八方传来了。有人说萧策已经整顿了80万铁骑，向着这边杀来；还有人说洛王已经成功入驻到寒水了。不少的大户人家都开始响应洛王起义，这也让这一带的人人心惶惶的。寒水一战也是最为惨烈的，整整打了3天3夜，最后洛王还是黄袍加身入驻寒水，后续又赶来了20万的眉山军，让洛王的兵力达到了60多万。短短几日的时间内，大梁就出现了两黄分疆而治的滑稽局面。而洛王登基10日后，萧策似乎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了，立刻下达了征诸文书，并且宣布自己要御驾亲征。而随后双方的军队对垒，萧策率领的军队却迟迟龟缩在大营之中，不敢出来作战，这也传出了梁皇怕洛王的名号。很多人也开始认为萧策的江山要丢掉了。
但楚乔却让梅香他们收拾行李，准备前往大梁京都。这一战的结局他已经看到了，输的并不是萧策，而是那位太过于狂妄自大的洛王。那么萧策是用什么办法击败洛王的呢？那个整日只会饮酒作乐的皇帝，真的只是一个摆设吗？我们明天再聊。